大众庙的附近。我要到那个镇天宫哦，佛堂中心的宫。这条路往北要到武庙，元宵节很热闹的武庙。对，盐水区农会，这是联名东西耶，看到的是玉米啊，这个玉米仓库。这2轮车那么好用，可以走那么快哦。站在上面就可以上。